大家好，我係三作。今日係5鋪100張返鬼更新嘅。下家係石頭，上家係鄰居哥哥，對家係攬炒哥。第一鋪南風係鬼，起手有3隻。我以為呢度鄰居哥哥係想幫我反轉隻西，原來想降我隻西。OK， 先損失3分。勁啊！唔碰隻3筒俾我食咗啦。不過張3筒本身都唔係按摩，而家拖牌4索，7筒碰啊！咁而家吊鬼。安全落地，冇正張啊！每位10分。第2鋪5筒係鬼，忍咗手東風，而家碰，咁而家拖牌啦。吊鬼啦，但係游一游啦，游下個8筒。石頭話佢啲牌玫瑰都很漂亮，咁我即時食啦，每位6分。第3鋪紅中變，當時未睇清係南風先定係西風先，咁我打西啦。摸上第3隻鬼，最好知做13腰啦。全字番子。跳糊啦，都唔係拖牌，咁我扣住個東風先。4筒我嘅自摸牌啊，1筒都得，不過馬縮咗水咯。好彩當時扣住東風咋，一唔係攬炒哥前一圈就吊鬼啦，仲邊有我3隻鬼嘅時間。好，第4鋪1索係鬼，呢度我提前將白板放咗喺石頭嗰度，咁係跟上咗石頭嘅，先賺1分。8索碰，再碰隻入石叫糊。好的叫糊，25索同埋25、7筒。拖牌，咁我拖3筒啦。一下子忘記自己拖牌3筒，咁係食咗嘅，每位5分。
最後一鋪四帥鬼起手2隻。乍玩一睇好多隊，我哋係唔打七小隊㗎。好，叫胡，而家叫我4、6索同埋2、8筒，即叫即食，每位6分。